云林虎尾的粪扫掩埋场已经囤2万吨的粪扫，大港阁有40吨的粪扫来进场，这个粪扫是愈囤愈多，所以云林县政府就向中央争取预算，开2000多万，把这个粪扫包膜啊缩小这个体积，再去有官员来参观，结果真闹气，这个粪扫的压缩机啊常常故障，县长张丽仙面色真歹看。 粪扫入去到压缩设备，将空气抽掉，包膜封条咧，所以这甲缩起来时，机器煞常常故障。参观的官员甲县长张丽仙拢看到硬气，现场真硬叫，媒体记者拢伫翕机器煞阵咧定去，张丽仙的表情真无欢喜。 目前一天大概可以打包好大概100公吨以上哈，那所以呢，现在除了虎尾镇之外，我们斗六市还有西螺镇，我们都用这样的一个处置方式。这是云林县虎尾镇的粪扫掩埋场，已经囤2万吨的粪扫啊，逐工阁有40吨的粪扫入场，粪扫愈来愈多，却是无法随送到外县市去处理。县政府只好向中央争取2160万的预算，将这粪扫甲二油变体积变较细，大概差不多是1吨半，较袂遐定位。 它还是一般的这一个 PE 的一个塑胶，但是它有抗紫外线，符合可以进焚化炉的一个规格。将粪扫包起来压缩，除了减少环境污染以外，粪扫的问题同款存在。要安怎消灭粪扫，也是实际，和粪扫的量减少，和云林县政府真伤脑筋。